为着要鼓励民众加食米，农粮署今年要甲咱过节搁有24节气会食的米食，放入去学校的中昼顿内底。台湾人食的粿，搁有原住民的竹公仔饭，或者是客家的粿仔条、新住民的越南米线。以后学生的中昼顿拢食会到，推广美食嘛，搁会当培养囡仔的文化素养。米会当千变万化，除了饭，阁会当做饼、做粿。台湾人过去拢是食米为主，毋过即马饮食的习惯改变，为了向后一代推广有关米的食食，农粮署推出食米学园计划，将节日节气会用米做的食食结合学校的营养午餐，互学生囡仔哪食哪了解稻仔的文化。节气其实它跟我们稻子的生长有蛮大的连结哈，譬如说在芒种的时候哈，那水稻刚好结实，有些学校它就用凤梨炒饭来让孩子知道说，哦，芒种的时节要补气，而且是稻子刚结实的时候。台北市英桥国小是市内目前唯一有参加食米学园计划的学校，过去评价嘛定定咧吊顶。校园内除了种稻仔，嘛有饲鸭仔，学生食剩的饭嘛会摕来下做碗粿，送互社区的时代。珍惜食物，嘛互囡仔伫食米教育的过程当中，实际去体验。学校的营养师为着鼓励囡仔食米，嘛会想尽办法做出变化。我孩子很喜欢的那个芝麻奶露，我就是会利用那个。米谷粉来取代面粉，然后来增加它的那个滑顺口感。亲像是原住民的竹公仔饭，也是客人的粿仔条，甚至是新住民的越南米线，拢会当配合每一间学校的位置，互囡仔人脉无共族群、无共特色的米的食食的变化甲滋味，培养囡仔的文化素养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